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9月10號星期三，谷草 A 跑道8場賽事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14，四班1650米，6號馬試跑得，孭126磅，8檔起步。騎師掟我大彎入直路，走蝕腳程，返嚟影相啃頸4，輸俾頭馬1又4分1馬位。呢場賽事時間慢，唔易追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